大家好，我係 Winnie 溫哥華嘅地產經紀。如果你想喺高桂林中心附近買樓，而又覺得新盤選擇唔多嘅話呢，今次為大家介紹嘅項目呢就啱你啦。咁今次要介紹嘅呢，就係由 Polygon 打造嘅全新矮層公寓項目 Sterling Block。咁 Polygon 呢喺高桂林中心附近呢已經有一段時間呢冇推出新項目㗎啦。對上一次呢已經係幾年前嘅 Sephora， 所以今次嘅呢個新盤呢亦都受到好多人嘅關注嘅。Sterling Block 嘅位置咧，可以講得上係正中大旺。由呢度行路10幾分鐘咧，就已經有 SkyTrain 站、高桂林購物中心、恒基廣場、圖書館、中小學等等嘅。咁附近嘅生活配套咧，亦都係非常之完善。咁而且呢個項目嘅起售價咧，亦都係相當之吸引嘅。一房咧就係由49萬9起，兩房咧就由59萬9起，所以咧係非常之推薦呢個項目俾大家嘅。咁我哋而家咧就一齊去片睇下呢個項目嘅資料先。Sterling Block 嘅地址係1160 Inlet Street， 位於 Pipeline 夾 Inlet， 附近呢都係一啲低密度嘅住宅，整體嘅環境呢係相當之幽靜同埋舒適嘅。由呢度行路大概10幾分鐘呢，就可以去到 Lincoln 嘅 SkyTrain 站、恒基、圖書館、Coquitlam Centre， 無論係日常購物、買餸或者出去食飯呢都非常之方便。除此之外，附近亦都有好多休閒設施，例如係 Glen Park、Town Centre Park、社區中心同埋游泳池等等，生活配套都相當完善。至於校區方面，小學咧就入到 Glen Elementary， 初中咧就係 Maple Creek Middle School， 咁而高中咧就係 Pine Tree Secondary。Sterling Block 成個項目咧一共有3座，全部都係6層高嘅木結構住宅，會分開3期發售。即將開賣嘅會係第2座，預計會喺2027年嘅年尾入伙。第2座一共有94個單位，有1房至到3房加廳嘅選擇。至於設施方面， Sterling Block 會提供3800尺嘅室內設施，包括有健身房、social lounge 同埋 party room， 同埋咧仲有12000尺嘅室外設施，例如係小朋友嘅 playground、室外 fire pit 同埋休閒活動區等等。今次嘅示範單位咧就展示咗一個2房單位嘅客廳、飯廳、廚房同埋睡房。冇做到成個間隔出嚟，主要咧都係俾大家參考一下用料同埋顏色。咁入到嚟示範單位呢度呢，我覺得成個嘅設計咧都好舒服同埋好光猛。單位本身呢，就係採用9尺樓底嘅設計，同埋咧配備咗 heat pump 嘅中央冷暖氣系統。地面呢，就係鋪 laminate 嘅地板嘅。咁而家呢個廚房呢，就展示咗深色嘅設計風格。如果中意光猛一啲嘅感覺呢，發展商呢仲有一個淺色嘅顏色呢俾大家選擇嘅。廚房嘅電器方面呢，就配備咗 Smart 嘅家電。基本上呢，所有戶型嘅廚房呢都係採用 L 型廚房嘅設計，有好多嘅儲物空間。跟住落嚟呢，我哋就睇下睡房啦。呢間睡房呢，而家就擺放咗一張 king size 嘅床，整體嘅空間呢，依然係相當之闊落。衣櫃入邊嘅層架同埋鏡呢，就係示範單位嘅裝飾，收攞嘅時候呢，就唔包括呢啲嘅。套廁呢，就係採用雙星盤同埋淋浴嘅設計。而家見到嘅呢，就係每一層嘅單位分佈圖，每一層呢，就有2部電梯，方便住戶出入。1至2樓呢，每層就有15個單位；3至6樓呢，每層呢，就有16個單位。首先呢，就睇下 A 戶型，係一個1房嘅間隔，價錢呢，就係由49萬9900起嘅。A 戶型嘅成個佈局呢，係相當之實用，而且係冇浪費嘅空間。除咗1房之外呢，仲有1房加廳嘅選擇。跟住落嚟呢，就係 B 戶型啦，係一個2房1廁嘅間隔，咁價錢呢，就係由59萬9900起嘅。呢個間隔嘅第2間睡房呢，相對嚟講就細啲，不過用嚟做書房或者係 BB 房呢，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另外 Sterling Block 呢仲提供更多唔同嘅戶型選擇，包括有2房、2房加廳、3房加廳嘅選擇。咁如果大家想要完整嘅戶型圖呢，可以揾我攞詳細資料。
Sterling Park 咧而家已經開始咗預覽㗎啦。如果大家需要多啲資料，例如係價單或者係 floor plan，又或者咧想過嚟預約參觀示範單位嘅話咧，歡迎隨時揾我。今次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